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咧》，我是钟玉群阿群妹。唔知大家还些时节啦，看嗰啲故事书啊、绘本啊、卡通啊，我有印象想爱自家来去一件舒服的汉摆，睇嘢过后，就会有一种很美好的那种童话故事嘅分享么。其实我相信大家心肝都多多少少有那样嘅想法，啊，唔过今日啊节目当中，小姐都会来宾哦，佢真嘅留有只梦想实践出来，打出一件当梦幻的舒服，韩国很多地杯作为好食的面包哦，佢喺马上咯，細細嘅嚟分享。節目地都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郭爸分享。福氣來咧，大家好，我係龍潭舒服嘅郭爸。哦，分享郭爸來到節目當中，嘿，你好，你好，你好，嘿，一開始就講到，郭爸自家起嘅一件舒服，啊，日下到地都還有賣麵包呀的，賣麵包，錯。唉，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好好來小結。啊，唔過我知道，其實起一件舒服，也就夢想對一般人來講。對現代人來講，也真係講係一難去實踐的一類夢想。嘿，上來問郭爸，有冇一開始有按樣嘅想法？哦，元旦一開始咧，我計啲天啊，本來是要去就魚菜共生。我想係咪10公年前還是想退休家呢？我出去做魚菜共生，自給自足嗰樣嘢。結果呢，我隔壁啲天呢，佢竹林陰呢，我採種2年冇好食。冇好食之後呢，跟我而家好朋友阿노哥啊，你冇睇到有小菜路嗬，佢煮小水啊，上次因為記得佢燉啊啦，表嘅冇嘅本記啦，佢佢點係當下嘅薯條啊，佢佢講既然菜做唔上，冇計了做個嗬，佢嘅乜嘅薯條啊，你見到好啊，你拿去當料啊，冇咧烹喺邊少，就按樣嘢，我花了6年嘅時間呢，就按當到無形之中，把它當到一件書物去了。哇！啊嘿！哎呀，頭擺有迄，比如講像迄呀木工背景啊，也對，因為也真嘅迄當然，用書嘅去一件服，冇咁簡單呢。因為我黑唔變，也因為我主要我係用循環再利用嘅回收嘅木材吼，所以講你個東西嘅當啊啦，起巧喺樹當多。剛才變到上市項目咧，我就會收太記，所以我花6年時間，讓當到你件樹木讓當起了。一般人幹嘛6禮拜都當起了，我當咗6年。你當6年，啊唔過也成功哇，當獎呢？哇！你也可能按這樣嘅年代，喺之前基本啊，我係做一隻寮啊，做涼亭吼，涼亭啊，因為土壤異化嘅問題，細個上去。踩插上去搞吼，搞到佢蹲啦斜冇辦法，佢後尾出來曬到底下嘅樹啊萎縮，好啲嘅2條樹，當時買啲地鐵架，嗰2條樹留下來，跟係佢蹲嘅話都夾佢賒，呢2條樹就將係容易蹲咗，就把人家賒起來，然後咪叫啷當一隻涼亭那樣嘅，後尾嘅。嘅回收木頭年多咧，佢係做3年當，就當一件啊，後尾當到3了，做嚟看到上門上。有做到3了嘅書。嘿，比如都是從新啥都。哇，叫嗰種嘢其實唔單槍係用書嘅去件服，佢基本上係起到書嘅蛋糕，真係係起到書嘅鐵蛋糕，係鐵蛋糕嚟嘅。即係真件就像童話故事看到嘅樣嘅咧，好夢幻哦！可能係睇到細細個講啊，湯姆歷險記佢，多少有啲關係啦。有好。我哋啊來到銀行嗬，按5、6、7歲按童年記啊嗬，看到大家都想，我細細當上我要件書，我想要人講嘅，冇當係做出來。要人講，起咗6年，冇按改，啊啲檔很實拍。很實拍，錯啊！跟我加上係自家本身有啲學想要做個烘焙啊，烤麵包的人，我當幻想要做個自家做麵包，所以我樹起好之後呢，我就在旁邊起一隻麵包窯。你還起一隻麵包窯，你要按位呢？我就想哦，當到按摩做過嘅事情哦，按你生意我來幹來吃周口啊，反正失敗就是成功之母嘛，冇關係嘛。啊，所以我就看 YouTube 啊，看人哋慢剪，我就能剪，我咪賺了200，能替300人剪去了。
寄起来之后，做伙朋友啦来啦，我兄弟姊妹多啦，哦同学聚会啦，我就全部吐到你书里不能了。哇，很好。要不然因为几年前噶，因为身体出现红灯。报告里面出现红字太多嘞，刚才拉人来不用讲啊，想要退休好嘞，退休来了，你心来做不用讲，跟你血糖乱高，归你财富卡看电视上没办法了。跟不如你按好做面包，冇跟你注意考到接招，来上下错考到接招，反正闲注意上课，一科大考就接招转来，不要讲冇跟就礼拜做经验，那我想冇卖面包啦，大家分享，咱原本系血糖较高，所以我之前做面包的青菜，就买一般的面粉。我厉害呢，我买面粉呢，就用全麦韩国用个纯小麦有清真认证过的面粉，我用来做，然后我自家去学个酸种，做嗰种面包。虽然唔系主流的面包啦，不过吃起来较健康一啲啦。有关呀面包，韩国呀面包嘅制作，我还有动到问题，唔过人等下做得来好好问。一开始我还喺东小爱弟哦，其实像按用嘅师傅出题讲，像你去家就太朋友会抽大家来到亚洲所在，其中乡下来到做一股以外，其实唐讲头摆咩做的邀请到小朋友来亚边做，像是户外教学啊。错。哦。跟因为我不用开补习班去开补习班，跟多了皮数啦，寒假下啦，下就从土色有高去。跟新年的无奈好去啦。系啊，去到厦门啦。跟我有面包要片油啊，跟我就讲不意思一社团面包比 DIY 啊，比咁做，跟我不用咩以后做些啦，上次会做馒头啊，才会吹馒头，然后上次会弄半然。全部所有周期咧，我就全部涂改。人家补习班很好搞哦。係啊，係是哦。人生按啊，都教書讀啊，認真上課，都了解下認真了，都不要咧批書，當日看書沒辦法啦，沒有了沒當中了。古時人下講就了嘅嘛，古時就係退休過後嘅想法。跟退休以前係做乜嘅？退休之前還沒上過班。然後主要我不用開補習班，我就做司機啊。我吐到9年級的小朋友上次看那個功課啦，我說先前咩係補習班嘅欣賞案呢？錯。我說補習班嘅想法同亞下去嘅師傅都師傅地度做麵包賣麵包嘅想法，你知道有乜嘅共用也冇共用嘅素材？其實我哋服務業都係人老人之間嘅交流。你們知道也係服務業？就服務業啊。係啊，特別啦，sales 鄉下家做講 sales 話啊，童言童語啊。你一留你嘅中上年準退休嘅人來到呢邊，像我喺麵包店較特殊嘅地方嗬，我喺麵包台前面呢，我不用裝燈啊，不用裝燈呢，然後來就坐下來，我屋企頭髮有個奉茶。有奉茶，喂注意奉茶，咁你係做喺把頭髮。佢會奉茶在門口，不用奉茶。我你下面空上，我咪不是，我咪注意奉茶。嘿，注意奉茶，然後來，唔管要買冇買，來了先杯茶，睇下坐了大嘴鼓。一下。係啊，咁你下慢慢熟悉朋友年度。嗰時候你嘅件舒服地度，因為剛剛看到嘅空間動態有1樓到3樓。嗰時候你做麵包嘅素材咩多地度？1樓。1樓做麵包。2、3樓就做得坐咁樣。2樓有隻客堂啊，小客堂啊，所以坐40個客堂啊。然後做一隻小間嘅啦，做一隻小間嘅，跟上次人聽咩啦，讓個朋友有南部上來啊，宜蘭過來啊，上次佢聽咩？到主了後，其中歇困下。很好哦，也可以去就東上去幾片休息啊。係啊，你都3樓蛋糕啊，佢就他會咩40，所以看在。睇下知道安容可以很豪華，種茶法嘅安容伊咧舒服哦，看起來真係美輪美奐。啊，唔過實際上也地度所有嘅建築嘅材料都係過把去高雜蔬菜去浸進來嘅，算是廢俗再個利用嘅東西。錯，因為我是看過一個節目哈，跟宏觀設計英國嘅凱文先生主持嘅節目哈，佢咩專門做個綠建築。
韩国循环回收再利用，有一种拎了做啊，用毛啊拎了淘汰拎了来做啊。我本来节目上向同学说，我要想要做一件，所以我做系列件舒服噶哈呢，我基础就讲做的如果循环再利用的东西，还是尽量某一种，像我比如说蜂膜呢，我就系用木日包。哦，按太件用木日包。我大概炖哈，今天我用了蜂膜奶，我就用，从来我莫用啊，我全部用奶、沙谷去代替。我就看迄种诶万里长城中，那夯土啊，买个太铁锤吼，那个奶吼，抹到很，那个炖的熬到很。因为来克服一些问题，还是要稀，如果就加上你两条树按太条按，起来係兩樹一菜，經過他媽為萬10年那個颱風啊，我不敢猜，樹不敢猜。哎呦，那真嘅冇簡單，畢竟要花6年那個時間。係實係種理想，從安你有中年人哈，就像你回收再利用的東西，它除了報廢之外，黑唔黑做的找到它的長處，讓它能夠再華麗轉身一擺，那就是，係啊。聞呢條東西有一種新生命嘅感覺。嗰時有關呀，古巴佢做嘅麵包都還蠻講到，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郭爸來同大家來分享佢自己退休過後打造嘅一個小天地，係一件舒服，唔但唱係佢退休過後呀，休閒啊，了嘅素材以外，也係咪做得開發變做嘅工作嘅天衣村，算係吼，因為也係咪最近咩啲嘅賣麵包，做麵包賣麵包。韓國郭爸做麵包，我知道有一個韓卡知道佢當強嘅味素，係因為嗰個麵包係自家學嘅。係，我大部分我係看 YouTube 學嘅。如果我只有隻朋友呢，不敢開麵包店，我之前遇到啊問題啦，有啲發酵嘅問題啊，遇到我冇辦法突破啊，我 YouTube 就尋到克服嘅問題㗎，我就會拜託佢。人係講，佢也完全不嘗試咧，然後佢啲嘅東西全部願意搞本啊。故說你係自家去研究啊，自家來做啊。你現場沒有看到亞當地人下嘅麵包啊？唔過你嘅麵包嘅感覺看起來是像是偏歐式嘅嗰種歐包，對不對？原本係將係朋友佢一般人用嘅客度都用所謂的商業項目客度，咁係主要係像。我去爬文查到吼，你酸種其實對身體以好，所以我就自家花了半年的時間學你的酸種，後尾慢慢自家吃咗，哦，我要搶滿啲兩潭出嘅人，大部分人冇做呢種麵包，很正嘅冇，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會靠網絡上嘅資訊來克服嘅啦。係，其實因為台灣人食東西嘅習慣啊，像客家人嘛，平常時食嘅澱粉就係飯嘛，米飯啊，有時是會食麵類，啊，唔過食麵包其實真嘅台家人係尊重係點心，唔係講主食。錯。係啊，唔過咱個歐洲人佢都冇咁樣哦，佢哋麵包就會佢哋嘅主食。古時候佢哋食嘅麵包係清單純、清黏實嘅，就像食飯咁樣圓形嘅樣子。你咩有厝近嘅鄰居哦，其實外國轉來，外國發展嘅，你啊退休轉來不開咧。佢講佢到舊金山那些麵包哈，強龍酸種啊，又硬又酸，仲冇台灣好食。咁台灣咧吼，也是會講按這個台灣人食日式麵包，按幾個時間嘅，所以咧我哋麵包比較多咧，我就會不用啲卵，啊不用啲橄欖油，吼，韓國我哋冇不用糖，你睇下養生嘅冇不用糖，啊炸媽不用糖少，唔過我係不用啲膨糖啊，本來菌吼甚至發酵加幫助它趕快長大，還會不用啲膨糖。其實我做古巴人做麵包啊，當只有自家嘅想法去做，錯冇？因為就像你剛剛講嘅，你朋友啲舊金山，美國舊金山佢哋食嘅正經嘅酸種，第一度就是像麵粉。
韩国水染也无诶。冇咧，嘿，这样酸种迄轻简单的，啊，不过你有做自家嘅想法去调整佢哋都变嘅东西。系啊，我自家用一支拆开就是讲吼，我自家牛慢些，用我自家协同下讲，所以我想我自家好些牛慢，我就用我好些的标准来做你的面包，来大家分享。所以讲呢，所以它唔係市場嘅主流啦。我知道演講到呀，福氣卡拉 OK 先同大家來收嘅也好誒，呀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可能對酸種麵包唔係按了解，先講一下酸種麵包同一般人家講嘅日本式嘅麵包啊、台灣式嘅按樣像麵包車賣嘅嗰種麵包啊，佢清態嘅差別，韓國對呀人體好嘅味素選來係哪一片？好，你按先講商業項目，商業項目一般人都用商業項目，商業項目最重要去大戰吼，個商業項目做阿兵哥咯，全部你是人寫後生啊，當然啊，特色活力充足啊，你酸種啊，就是會其中一家畜，別都可能有阿公阿婆。有孫兒，有神馬，全部都有，所以就你吃到給它口味懂豐富，那也相對的，你那比按長嘅時間給它做發揮咯。所以講呢，我做啲酸種呢，佢面要做麵包呢，初本你做成變變強度，先再攪好來，變成度差唔多要變16點鐘以上，俾佢慢慢發酵。發酵後，個時間，個按長嘅時間呢，你酸種呢，佢會出來，比如都係所謂澱粉啦、麩質，好，讓你慢慢消化的。當然，消化的之後，按下胃度，吃落去胃度較舒服。哦，吃落去呢，你就唔會人講係會酸。食酸種嘅麵包，基本上大家唔會會酸。韓國啊，因為按長嘅時間呢，佢消化過呢，對你種血統較高嘅人啊，佢會。GI 壓得比較好 ，GI 值會壓得比較好，因為你吃到胃度，你麵包到胃度呢，你還長時間消化，你還血糖波動唔按高。韓國的有一隻好處講，酸種比如度呢，穀類比如度有一隻叫做植酸、植酸嘅東西，你植酸唔係好東西，佢會留喺鐵啦、鎂啦、鋅離啦會當呢，按啲些食物當中按嚟形狀哦，會分離的穀物當呢。冇必吸收，不過呢，你酸種呢，佢會攞啲植酸嚟嘅，都是要破壞掉。按用你吸收乾，除非不會阻擋到你啊營養嘅吸收啦。係應該按用講，基本應講要酸種，唔係講商業項目唔好，其實你用咁多天然嘅東西。超。不過試過你可能是酸種，因為佢花嘅時間當長嘛，故說你攝落去你的升糖指數就唔會像一般商業項目嘅按高，它是有一個落差的。故說酸種其實當少年做一賣當貴，係講要好賣嘅話，其實賣當貴，就係因為佢做嘅時間當長。再講講古巴自家用嘅東西，用嘅原料咪係當用心去淘嘅，比如講像講家講麵粉咧清真麵粉、清真認證麵粉。我用嘅麵粉係那全麥麵粉，韓國一種那純小麥麵粉，嗰純小麥麵粉呢，別都做完全無添，抹個那個輔助個維他命 C 的所有東西都冇添，就很單純那個純小麥麵粉做出來啊，包括佢有受過那個清真，經過那清真認證啊。對，我知道是酸種，大家有一個我本來做一個心理建設，因為你自家賣麵包，你就講你自家什麼唔香。無香、無甜、無軟，那有人賣麵包自家嚟講嘅喏。係啊，最終有人客來講，我賣麵包，你話我講，所有嘅生產佢哋唔會係都是麵包，都是飯。嗰啲樣東西都系統出唔好，澱粉類嘅東西本來就適量攝取。所以賣麵包啊，唔係當醬，這種形狀啊，有啲人吼最甜酸法啦。糖落去都甜言蜜語，買麵包做的是唔係凍漿啊，我也不希望你多吃啊，講下免希望豆豉都用血統給添乜個，所有嘅東西都用，是豆出唔好，係啊，你唔係好東西，麵包真嘅唔係好東西。好，唔過你如果你口腹之欲當相信，你麵包控安飲的話，我知道你都係吃些看下酸種，可以做一個選項。做一個吃食看啊，故說今日節目當中要帶講嘅酸種麵包來到節目當中。第一咧，我同大家來紹介酸糖講係招牌。
哦，嘿，甘甜朴香，甘甜朴香，嘿呀么？嘿，就这种啊。唔讲无软无嫩啊，捏起来爱吃到冻软呢。哦，因为爱主讲爱欧式的面包，其实不用染面天啊，纯粹就面粉和水啊。迄爱即间牙齿啊无同好，所以咧，爱希望不用滴软落去，不用滴油，唔会硬硬。系啊，然后系，但爱冇不用奶油啊，唔像一般的面包店不用奶油，你行下香行下样，那种奶油都不用多少。真嘅，按用念，它的弹性还是很好哎。系啊，你不用用3年还难样。哇！我时代发出天包度，不用落去，跌落去，跳起来就多得。很好食哦，除咗亚克米以外，亚迄小酥油不用一滴滴的甜咩？错冇？哦系，因为我必须到嘅干酱吼，嘅同甘酱係一家熬啊，係咧係關係個朋友佢種嗰個甘嘅吼，我咧收起來，喺面膜噴咗嘅，所以我連皮啊都打落邊度。連個甘嘅皮都自家來做，甘嘅醬自家做。哦，韓國人吃到有一些系列像是柴燒潮燒嘅米絲都地度。哦。我個就全部都手術哦，難怪很香哦。沒用片手啊，我全部用樹頭手啊。嘿，古時候也很較無簡單去控制，酸種已經無簡單控制誒，你用小潮嘅個火咩係難控制。係啊。冇按過，咩做得除咗配麵包以外，咩做得來配披薩。哦，錯，還有披薩。係。哦，一披薩嘅口味同大家來小結下，點咩也下有哪條口味？我做2種仔啊，3種就不用肉來了。哦，還有仔耶。仔我是做田園果蔬，然後別對的瑪格麗特。很經典誒，瑪格麗特很經典。瑪格麗特是因為單純嘛，其實tomato，然後切剪叉。煮2行煮好誒。哪知道有切剪叉嘅瑪格麗特真嘅仲好食，比羅勒還要好食。我唔係用羅勒啦，係啦，因為你不用芝麻葉啦，係就很單純啊，種你出邊那多切剪叉煮好，唔是蠻複雜。應該做也很客家人也係講台灣人嘅口味，錯冇？係錯，係咩？係自己咩人想？係，古時候主題也以外，其實還有其他嘅麵包嘅口味，錯冇？同大家分享一下。哦，我麵包有差唔多10種，你看到啊，像係有像不蔓越莓老芝麻，有抹茶口啊，係不蔓不汁，抹一口甜，跟抹茶紅豆，它因為吼，我爸係嘛吼，都老家他就失智的問題啊，我就你想啊，很白用個啥啦，所以呢，我就想你既然做麵包，我就那個麵包嘅名啦，按都黑唔好記，按照強迫自己訓練腦力，動腦筋，所以我還有買滔滔不絕啦，對吧？有種滔滔不絕嘅口味，顧名思義，出嘅葡萄乾、老個核桃啊，我就搞得比較滔滔不絕。嗰時候連安名誒都有自家嘅想法。我然後落去咪吃當神器啊。係啊，嗰時候還有懂得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這個陣來。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總語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郭爸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佢嘅必備議題哦，就係一啲舒服，哎呀，跟舒服地度含做啲地度食麵包、食披薩。哎呀，竟然一多年嚟啊，都呀嚇。12年。12年呢？1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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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賣麵包賣12年。賣麵包賣12年。不過別了6-7年咧，夠係6-7年。夠係6-7年咧。啊，聽講有到人客來過後，就提供當到嘅回饋啊，就知道哇，來呀很好哦，麵包很好食咯。有印象當成嘅人客咯。有啊，之前我就讀到一退休嘅教授啊，黃教授，佢兩公婆落嚟了。4個月擺數，人啊就突然籌了半點鐘，籌1,700，結果呢，
甲天当然呢，佢就突其他香港嘅朋友來，咁啊，佢就畫一個行程咯。既然人係龍潭書在個行程裡面，俾我表度呢，為下圖畫好來。啊，結果呢個香港朋友來之後呢，佢講。我竟然一城市有啲地方咧，我有眼眼光啊！竟然都走安嘅地方啦，秘密基地嘅地方，叫我去馬來西亞啦、東南亞朋友來家，跟住香港朋友幾咩3年就突然過來，沒突然過來就會聊，雖然無形之中哦，用來聊厲害嘅麵包，就咁結識到同多嘅朋友，係啊，啊有個蕭先生咩係啊，佢本身血統咩高，佢講選種感覺真係暗好。其中呢買了幾張麵包專業，佢嘅精勤哦，佢拿專業之後呢，給濕糕，然後濕糕9點鐘之後佢再加血糖。那可能有精勤出嚟講啊，血糖冇按波動冇叫油上，一般的麵包濕糕後，同樣會血糖會高，是選種是在波動較大。對，因為係確實咧醫學證明，啊唔過也唔係鼓勵大家去多食麵包，因為你有血糖高嘅問題，你就會遵守翻食麵包。意思講，你食酸種麵包同一般嘅麵包係血糖係有正差嘅，啊唔係講食麵包做啲異偏冇安好嘅事情。係適可而止啦，走啦。係提醒大家，雖然酸種係抗健嘅，啊唔過咪做唔得食到。嗰時候其實應該講，古巴就係老人自家中意嘅東西，自家食嘅東西，同朋友分享，同人嘅人來分享，還有你嘅素菜秘密基地咩同大家來分享。哦，日本人之前買嗰啲天間呢，佢一粒雜木林，比如說切插買個多少，啊後邊呢就會竹林、冬麥啦，剛剛就有強人的怪樹吼，貴下那個黑色嘅樹挖開去，個苔樹啊從我流起來，加上我就蠻喜歡綠化植物，所以就經過嘅人呢，就會有個綠地洞咧。跟出邊嘅人就講啊，我天天經過啊，天天錯過，我從來唔抵講，比如度呢，居然就用出來賣麵包，係啊，所以講跟黃教授佢咩講啊，行了小徑洞啊，你比如度呢，其實係種靜態露水，因為貴下樹屋從本啊，個樹屋貴下保濕晒，所以呢，我冇注意看噶，個紅綠燈一過，他講就近，而且就加上那個地方係對搬家的地方。啊！大家愛看到紅燈停下，看到就望下綠地洞咧。那等到綠燈架3年就會走咧。所以講，反而在都市，感覺在太露水的一個秘密基地啊。應該有講嘅，知道像看嘅哈利波特嘅天陽穹陽，如果有魔法呢張做嚟看得到，那種你愛真係有緣分，張做係尋唔到，有懂到人尋唔到吼。如果你人尋到，知道懂驕傲咯。哎呀，我終於找到了，像個尋寶記咁樣，你睇哦，真係喺秘密基地同大家來分享哦。啊，唔過唔但唱下 V 數，有些咧愛特別尋能尋得到以外，其實就像酸種也就按用嘅麵包，也喺啲台灣來講，雖然從我也喺台北嘛，台北有好多嘅店開始來賣酸種麵包。啊，唔過其實整件來講，市面上按用看過去應該大部分9%、全部係喺一般嘅麵包。相對來講，酸種係較少人啲嘅買啲嘅食咧。錯。因為可能講食啲麵包，每種人打電話講啊麵包酸嘅賣問題，因為佢麵包食到最多㗎，讓人唾液咀嚼過後，分泌㗎會分泌一種酸味，或者嘴角裡面會有酸味，你用你媽媽做接受了。唔過除非你有落乳個酸菌，對你身體是會好壞東西的。啊，像按用比較小眾，自家買起來會吃到很難買冇，困難冇。哦，假如講你想10年前來買翻，係需要壓力動態哦。我嗰陣時可能買唔出去。係啊，保養會罵人。係，你後邊呢，因為我退休嚟做咧，所以我就標準就講，我自家吃到好嘅東西，你做唔得用商業考量來看你嘅麵包咧。係啊，按慢慢，所以講我嘅麵包。都係點到來，吃到飽都冇問題。但係本吃都係本吃些，係係就本茶本幫咧。其實因為你真亞真也會考量商業，真嘅太冇簡單咧。因為酸種人家講做以前幾隻做嘅過程差唔多花幾久嘅時間。提早已經16點鐘到18點鐘以上嘅發酵啊。發酵就會16到18點。按同嘅時間，啊，比我冰箱都冷藏哦。
你用来帮室温，当中不给买那边上做人潮。我记得我做一般商业项目嘅面包，我至少就差不多会花几日嘅时间咧。嘅韩卡唔是讲酸种面包。系啊。有上过嘅风气讲吗？讲下，做失败家是有样，不用讲心当唔好。因为哦，两万做我 YouTube 讲嘅吼，按看呢冇可能嘅诀窍。我问嘅嘅面包师傅讲其实冇做过，完全要靠自己摸索。听，做久嘅总讲出有啲心得出来。所以讲你啊做你啊面包，我之前就做了半年咧，吃了半年，让夹出来卖。但是每讲卖家讲人 sell， 按照冇做看板，来就做3D 起嘅吼，有营业家行还就起挂出来。所以讲，我都6点我数啊，我都起数去的。所以讲，促进唔止讲你会卖面包，所以变到另外一个讲秘密基地是会按人来，如果冇看板好看。不过古巴人喺动认真啲嘅开发新口味哦，也唔单枪有亚豆，汉拜还有其他嘅想法。像我哋出拳啊，就像国展明业跟尹先生啊，里面很想老东西啊，但当地嘅作物哦，来结合成了一个商品啊，里面想来合作哦，做一只奉茶嘅酸种面包。菜地嘅奉茶。我希望呢，将来呢做咧，龙潭嘅电路，除了铁铁堂之外，下面就叫电路做不人带转去，较特殊嘅地方。加上系书，我汉拜我咪希望推广啲酸种吼，我像细有大米厂。我希望他可以做 DIY 课程，我酸种面团准备好，你想要不要忙嚟撩，我就慳啲那時間，他可以來帶人撩過來，我面團俾你，然後你做一個面包，做50、80冇關係，跟你讓他個讓人朋友、讓人兄弟姊妹分享，你自己做窯烤面包。也係唔漢拜上愛開發嘅按樣嘅課程，我睇下去報名參加，睇下多人用板底啊，報名嘅自信啊，我就當初去報名嘅呢。你我賴人係細隻嘅賴嘅官網啦，我有乜訊息我會在當嗰人鋪出來。古早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係講上愛來關注呀，就過百幾可能要開乜嘅課程嘅話，做得來看一下嘅嘅面路也就自信咯。係講唔單止誒，其實一件舒服漢拜，咩有其他嘅規劃，唔單止你自家營業聽聽。係，因為呢，我哋下地堂我哋下做啲龍潭書房呢，是10多年前我就按算講，漢拜我退休做魚菜，本來做魚菜共生啊。後擺呢，我開咗面包店之後，就有人下來講，基本上有乜東西做寄賣，開始我本人寄賣嘅水果，你出現退休啦，種下水果啦，佢哋包100克、100平嘅啦，要寄賣。後擺就有人講，佢有作品。像嘛法國編織嘅東西啦，吼，基本上做當然賣冇，因為嗰東西較難收據啊，嗰細隻啊，嗰反正嘅大難題啦，就係講咱嘅名學做嘅，梗係浪費氣啊。迄本我就想，咩大家你挑向人大家來你我講係打造一個平台，我提供一個平台，讓你特實退休嘅人吼，讓你替拿所有東西哦，大家來你會，假使講你係咪以為當好做菜包啦，你會打甜板，那冇關係，你買嘢去哪裡會鄉下台裡買。我係想用清好誒。係啊，他個鬧嘢啦。然後你自家退休過後嘅想法，超採啲其他退休嘅人，也係講人才來到人嘅位所。如果係說師傅啊，你寫嘅東西啊，就讓人替後連接嘅東西。咩希望沙琪按用大家鄉下好，鄉下打發時間。超！我中期嘅這個目標就希望講，呢年嘅時間啊，我適合到10個啥來賣不同嘅東西，賣饅頭啊冇關係，大家鄉下來打鬧嘢，釣鬧嘢。按你清好，因為亞台灣就會邁向誒朝高齡化嘅亞時代，古時候有當到退休還唱歌吧，身體很康健啊！謝。還做得做當多事情同大家來分享。古時候今日有當歡喜，有請到歌吧來到亞同大家講故事哈。什麼歌吧？什麼？他擺在講來聊。好，原來聊。他希望大家有閒來龍潭書房聊。一起聊。什麼？什麼歌吧？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等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稅慶站。
韩国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要来点赞订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要分享出去哦。